各位聽眾朋友，又係我，用樹頭講古佬。今晚天色暗淡，我哋嚟講一段佛山老街的奇聞。呢排天氣熱，後生仔女鍾意去嶺南天地任野打卡，但隔兩條街的福安街，夜晚9點後就水靜河飛。我識得一個後生仔，叫阿傑，貪租金平，喺嗰度租咗間鋪頭開糖水鋪，鋪面細細，但地點幾好，行過兩三條巷就係人潮如織的景歐。阿傑諗住做遊客生意，點都唔攰食。簽約嗰日，業主楊伯揸住串佛珠，慢悠悠話：後生仔，你知唔知呢間鋪之前係玉棺材嘅？阿傑笑笑口，棺材鋪好啊，有棺有材。楊伯冇笑，只是將租約推過去，指着最後一行手寫的蠅頭小字：月方打烊前，須掃淨鋪內地面，方可離開。阿傑話：做飲食，肯定乾乾淨淨啦。楊伯便冇再出聲。開頭幾日，風平浪靜，阿傑日頭捱更抵夜煮糖水，夜晚11點收工就掃地拖地，鎖閘走人。直到第4晚，佢貪方便，搬咗張摺疊床瞓喺鋪頭閣樓。凌晨1點左右，半夢半醒之間，佢聽見樓下傳來一陣好輕好輕的聲音。沙沙沙，阿傑起初以為係老鼠，翻個身繼續瞓。但第2晚，同樣時間，聲音又嚟，今次仲加多啲嘢，好似有把好老的聲線，低低吟住一句粵曲：花落水流莫回頭。阿傑心諗，隔籬香燭鋪平姐晚黑做緊法事，但轉念一想，平姐10點就閂門啦。第3晚，阿傑決定唔瞓，坐喺閣樓樓梯口，熄晒燈，豎起隻耳聽。凌晨1點正，那沙沙聲準時響起，由鋪頭最入面個牆角，一路掃到門口，聲音不緊不慢，掃得好仔細，連地磚縫都掃得乾乾淨淨。阿傑悄悄落樓，探頭一睇，堂食勾空無一人，月光照在地上，連個影都冇，但地面上的微塵，好似被一陣無形的風推動，慢慢聚成一堆。阿傑後頸一亮，佢醒起楊伯收租時那意味深長的眼神，再想起平姐講過的民國古仔。呢間鋪舊時係棺材鋪，老闆姓歐，接咗單大生意，做咗副金絲楠木棺材，點知買家失勢，棺材擺喺鋪頭幾年，後來歐老闆無緣無故失蹤，鋪頭旋着過一場大火。阿傑心入面打了個突，但佢呢個後生仔天生有股拗勁，佢冇搬走，反而做了一個決定，聽晚佢要通宵留守，睇清楚呢把掃帚到底係邊個喺度掃。各位，阿傑呢個決定就係我哋呢段奇聞的開端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引下回分解。但係我今晚可以先透少少風俾你哋。阿傑後來發現，那把掃帚日日重複掃同一個位置，而嗰個位置的地磚下面，當年官府掘地3尺，都揾唔到歐老闆條屍。阿傑那晚返到鋪頭，心裏頭反復揣度着檔案館那段話，尤其最後一句：掘地3尺，未見屍骸，地磚下頭到底有雜麼？是當年那把火未燒盡的秘密，全是歐老闆失蹤的真相。他望住鋪頭正中那塊顏色略深的地磚，覺得他好似一張緊閉的嘴，
雜摩也不肯說。第二日天光，亞傑去五金鋪買了把鐵鑿和錘仔，又去隔籬平姐鋪頭借了把大竹掃。平姐見他拿着鐵鑿，面色一沉。後生仔，你唔愧是想鑿地吧？亞傑沒正面答，只道平姐，我係想搞搞裝修。平姐嘆了口氣，低聲道：我勸你莫多事，那鋪頭的東西，你越挖越深，紙潰越挖越多。亞傑笑笑，沒應聲。下午時分，街上行人稀疏，亞傑閂好鋪門，捲起褲角，蹲在那塊地磚旁邊。他先用鐵鑿沿着磚縫撬了一圈，那些灰泥年久失修，一撬就碎，速速往下掉，地磚慢慢蟲動。亞傑深吸一口氣，用力一牽，整塊磚頭被翻了起來，下面沒有屍骸，沒有金銀，只有一團烏黑色的泥土。泥土乾燥鬆散，似乎沒雜麼特別，但亞傑注意到泥土中央露出一個角，像是某種布料或紙葉的邊角，被歲月壓得踏實。他小心翼翼用手撥開浮土，那東西慘慘露出真容，一本薄薄的線裝賬冊，封面已經焦黑，邊緣有火燒過的痕跡，但內頁大部分保存完好。亞傑心跳如鼓，輕輕將賬冊取出，吹掉上面的灰，翻開第一頁，是用毛筆字寫的蠅頭小楷，字跡端正有力。開頭一行寫着：民國37年，歲次戊子，歐某記。果然是歐老闆的賬冊。亞傑就着鋪頭唯一的吊燈光線，一頁一頁翻閱。賬冊前面記的都是棺材的買肉、木料進貨、工人工剪，平平無奇。但翻到中段，有一頁被截了角，上面記着：金絲楠木壽官一具，酣銀絲，內襯蘇繡，為省城鎮司令定製，料已齊，工已半，定金30大洋。旁邊用紅筆批注：陳司令失勢，磨人認領。再翻幾頁，賬冊上又記：南洋富商馮某，出界500大洋求購此官。吾本不郁郁，現鋪中周轉艱難，3個學徒工剪已欠2月，思慮再三，欲知。字跡到這裏還算平靜，但到了下一頁，字跡突然變得潦草，墨跡也深了苦多，仿佛歐老闆則不時守在筏斗。陳司令家眷今日上門，問及金絲楠官下落。吾推說不知，但彼等面色陰黽，揚言3日後再來。吾今夜將棺中密事取出，藏於賬冊，到這裏就斷了。接下來的幾頁全部被人撕去，只剩3叉的紙巾。再往後翻，全部是空手，一字也無。亞傑盯着那段未寫完的話，心中翻起無數念頭。將棺中密事取出，棺中有雜麼東西，值得歐老闆如此緊張？賬冊裏只記棺材是空的，從未說裏面有隨葬品。但歐老闆分明寫的是將棺中密事取出，說明那副金絲楠木棺裏本來就放着雜麼，而且歐老闆是知道的。他後來把東西取出嚟藏了。藏在哪人？亞傑再次望住地磚下面那片烏黑的泥土，賬冊是埋在磚下的。如果歐老闆要藏東西，會不會也埋在附近？他拿起鐵鑿，繼續往那片泥土下頭挖，挖了大約1尺深，鐵鑿撞到了雜麼硬物，發出一聲沉悶的咚。
亞傑心頭一緊，放慢動作，用手撥開泥土，露出一個青灰色的瓦罐。瓦罐不大，高約1尺半，口用紅布紮緊，上面還封了一層黃紗，紗面上隱約有個模糊的印記。亞傑將瓦罐輕輕捧出來，沉甸甸的，裏面似乎裝着東西，他不敢貿然打開，先放回地面，用布擦乾淨罐身。紅布已經扭脆，一碰就碎，露出下面的黃紗封口。那紗面上的印記雖然模糊，但亞傑仔細辨認，隱約看出是一個篆書的鎮字。他忽然想起平姐講過的另一件事，當年歐老闆失蹤後，街坊曾有人說，夜裏見到一個穿黑衫的老婦人在鋪頭門口燒紙，一邊燒一邊哭，嘴裏喊着傳我孫人。當時大家都以為是歐老闆的遺孀，但歐老闆未曾娶妻，哪來的孫人？亞傑腦子飛速轉着，賬冊裏提到陳司令家眷，金絲楠木棺裏藏着密事，老婦人喊傳我孫人，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印印指向一個他不敢心想的可能。他決定先不開瓦罐，帶着賬冊和瓦罐去了趟圖書館，調閱民國末年佛山地方志。地方志裏記載，那位陳司令確有其人，是粵系軍閥中的一個團長，駐紮在佛山附近。民國37年，他兵敗逃亡，下落不明，但他的家族在佛山本地勢力不小，家中有一老婦，據說是他母親。陳司令走後不久也病逝了。地方志裏有一句則寫：陳母素愛其幼順，幼順夭於民國36年，葬於祖墳，棺小如銅。亞傑合上書，手心出了汗。副金絲楠木大棺，藏着一具小棺，銅棺。那個老婦人喊的傳我孫人，原來不是空穴來風。歐老闆玉掉的不是空棺，他玉的是別人家裝着小銅屍骨的棺槨。亞傑回到鋪頭，天色已暗，他坐在廚房門檻上，望着地上那個瓦罐，黃紗封住的鎮字，在昏黃的燈光下印印發光。他終於忍不住，拿小刀輕輕挑開封紗，揭開罐盒。一股鎮年的樟木氣味撲鼻而來，裏面放着一卷油紙包。打開油紙，是一縷用紅繩紮好的孩童胎閥，存有一張小小的相片。相片上是一個約莫3、4歲的男童，梳着朝天邊，穿着綢褂，表情木然地望住鏡頭。相片背面用鋼筆寫着一行小字：陳家幼順，民國36年末。亞傑的指尖冰亮，他終於明白，那陣夜半的掃地聲，不只是在掃地，那是一把掃帚，在清掃一間曾經藏着一副小棺材的鋪頭。而那個哼着花落水流莫回頭的老聲音，又是誰呢？是歐老闆，船是陳司令的母親。他船沒來得及細想，鋪頭的吊燈忽然閃了一閃，熄了，整間鋪陷入黑暗，只有手中相片上那個男童的眼睛，在街外路燈微弱的餘光裏，似乎定定地望住他。沙沙沙，那陣熟悉的掃帚聲又在牆角響起來了。燈一熄，四周霎時陷入一種黏稠的黑暗。窗外的路燈光被鐵閘擋了大半，只在地面投下幾道細長的橫紋。亞傑攢着那張相片，指節發白，
坐在原地不敢動，沙沙聲不緊不慢，從那片剛被他撬開地磚的牆角響起，一下一下，掃過來，停一停，又掃回去。他分明記得今天白天他鋪好新地磚才走的，新地磚鋪得平整，連縫隙都填了水泥，但那把看不見的掃帚卻依然精準地掃在那處舊位置上。沙粒擦過水泥的聲響清晰入耳，帶着一種執拗的耐心。亞傑喉頭發緊，想開口問一句是誰，喉嚨裏卻像塞了一團棉絮，半天出不了聲。沙沙聲持續了約莫一炷香時間，漸漸停了，鋪頭恢復死寂。亞傑這才發現自己後背的衫已經濕透，貼在皮膚上冰涼一片。他摸出手機，打開手電筒，光柱掃過鋪面，新鋪的地磚上赫然出現一小堆細碎的沙土，堆成一個規整的小圓堆，像是有人用掃帚精心弄出來的。亞傑記得清楚，他今天鋪完磚後打掃過3遍，地上連粒塵都冇。那這堆沙土從何而來？他蹲下細看，沙土顏色暗沉，混合着些微炭色，像是被火燒過的泥土碾碎而成。他忽然想起檔案館裏那句鋪中夜半起火，莫非歐老闆當年那把火燒的不是鋪面，而是地底下的雜麼東西？火燒了，地面翻新了，但火炭灰卻留在地底深處。如今地磚一撬，舊土翻出，那掃帚便夜夜把那些舊炭色聚攏起來，仿佛仍在清理當年的火場殘痕。亞傑站起身，手機光模擬間掃過廚房的牆面，他猛地一拎，那面他每天做糖水的白牆上，不知何時出現了一道淡淡的黑色印痕。印痕不高，大約到他胸口位置，形狀模糊，但仔細看，像是一隻手掌拍上去留下的痕跡。五指張開，指縫清晰，掌心處有一團深色的暈染。他昨晚收工時絕對沒見過這道手印。今夜停電前後，鋪裏只有他一個人，手印是誰印上去的？他深吸一口氣，走近去看，手印的黑色並非普通污漬，更像是煙燻火燎後的炭灰沾在牆上。他用指腹輕輕碰了一下，指尖立刻染上一層細黑。他將手指湊到鼻尖一湊，印約有一絲樟木氣味，混着極淡的香燭殘盡味。這個味道他熟悉，白天開瓦罐時聞到過。那是壓住銅棺的陳年樟木油。亞傑退後2步，腦中翻衝，歐老闆從金絲南棺裏取出的密匙，包在樟木油紙裏，藏進瓦罐，埋在磚下。如果那裏胎閥和相片代表的是那個夭折的陳家幼信，那麼當年陳司令家眷找歐老闆要回的，不只是一副棺材，而是棺材裏那具小童的屍骨。歐老闆貪錢，將整副棺椁賣給了南洋富商，連同裏面那具幼童遺骸一起，陳家人來追討，歐老闆交不出屍骨，只能把藏起來的胎閥和相片埋在地底，想當是留個憑證。但陳家要的豈止是憑證，他們要的是讓孫人入土為安的完整骸骨。歐老闆拿不出來，便有了那把火，有了歐某失蹤，而陣冇那句船我孫人的哭喊。如今隔了幾十年，船在福安街上空飄蕩，
亞傑再看向那道牆上的手印，忽然覺得他像是一個人靠在牆上，手掌撐着牆面，慢慢滑下去留下的痕跡。誰滑下去了？歐老闆。全是陳母。那一夜亞傑沒有合眼，他坐在廚房門口，握着一把菜刀，守到天明。天剛亮時，他打電話給在老家的亞爺。亞爺今年80多，年輕時在佛山做過幾年泥水匠，後來才返鄉耕田。亞傑把這件事原本說了一遍，問亞爺是否知道歐家棺材鋪的舊事。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，亞爺才開口，聲音沙啞：亞傑，你講那個歐老闆，我識得佢。亞爺說，民國末年他才10幾歲，跟着師父在福安街一帶做泥水活。歐老闆的棺材鋪他經常路過，見過幾次歐老闆坐在門口飲茶，寡言少語，但手藝確實好。後來有一夜，大約是臘月，他經過棺材鋪，見鋪門半掩，裏面透出燈光，歐老闆正在燈下刨一塊木頭，旁邊放着一具小棺材，尚未上漆。我那陣年紀細，好奇，湊近窗縫睇，見歐老闆刨一陣木，又停下來望住具小棺材發愣，嘴裏念念有詞，好像是講對唔住，對唔住。亞爺讀了讀，第二日就引講棺材鋪着火了。亞爺，那具小棺材後來怎樣了？亞傑追問，唔知。火撲滅之後，官府來過，掘過地，乜都冇。但街坊私底下傳，話火熄滅之後，有人見歐老闆一身黑灰，抱着一個長條形的包袱，從鋪頭後巷走咗，從此再冇人見過佢。亞傑攢緊手機，那就是說，歐老闆可能沒死。亞爺沉默片刻，後生仔，有些事不是死不死的問題，有些債死人還不了，活人也算不了。你如今撬開那塊磚，等於把埋了幾十年的債又翻了出來，你最好收手吧。亞傑掛了電話，站在清晨微亮的鋪頭裏。陽光從鐵閘縫隙漏進來，照在那堆沙土上。他忽然注意到，那堆沙土今天早上比昨晚少了一些。昨晚是一小堆，現在只有薄薄一層，仿佛那把看不見的掃帚，正在一點一點地把地底下的舊嘆息數出來，數乾淨。但數乾淨之後呢？那些嘆息未了。是不是就該輪到別的東西被掃出來了？亞傑不敢再想，他轉身走出鋪頭，先去喝了一碗熱粥。粥攤老闆娘認得他，笑問：後生仔，你間糖水鋪幾時開張啊？亞傑苦笑：快了，快了。他心裏卻清楚，這間鋪頭恐怕不是開糖水鋪那麼簡單了。喝完粥，亞傑在巷口踟蹰了苦久。他想起亞爺那句收手吧，但一想到天亮前牆上那道手印，地上那堆日減的炭灰，他深知這不是他說收手就能收手的事。鋪頭已經像一條咬住他不放的舊魚鈎，越扯越深。他慢慢踱回福安街，遠遠就望見萍姐站在香燭鋪門口，正拿雞毛掸子掃舉面的灰。見他回來，萍姐放下掸子，招了招手。亞傑走過去，萍姐壓低聲道：後生仔，你昨晚是不是又搞出動靜了？
我這邊香爐的火，半夜跳了3回。亞傑沒隱瞞，從兜裏掏出那像男童相片遞過去。萍姐，你認不認得這個細路？萍姐接過相片，咪眼細看，面色一點點變了。她嘴唇動了動，半天才出聲：這是陳家那個夭折的小少爺。她抬頭望住亞傑：你從哪裏找到的？亞傑將挖出瓦罐，發現像冊的事簡單說了，只是印去了牆上手印的細節。萍姐聽完，沉默了好一陣，才轉身衝櫃台底下取出一本泛黃的街坊老相冊，翻到其中一頁，指着一張舊照片給亞傑看。那是一張民國年間福安街的街景照，棺材鋪招牌清晰可言，門口站着3個人，一個穿長衫的中年男人，應是歐老闆，旁邊一個穿黑綢衣的老婦人，面色肅穆，手裏牽着一個穿綢褂的小童，小童梳着朝天邊，表情木然，正是相片上那個男童。這個老婦人就是陳司令的母親，陳老太。萍姐說，當年陳司令失勢跑路，陳老太帶着孫人留在佛山，後來孫人生了急病，幾天就沒了。陳老太受不了打擊，引信了一個風水佬的話，說要給孫人找一副好棺木，好風水，才能保證司令在外平安。他找到歐老闆，定了那副金絲楠木棺，但那時候棺木船沒做好，小童的屍骨暫時寄放在鋪頭後面一間小屋裏。哪知道後來陳老太自己病倒，臥床大半年，等他再來看，歐老闆說小童的棺木已經做好了。但陳老太覺得棺木不吉利，有人告訴他那副金絲楠木原是給死人預備的凶財，小孩子用不得。他翻臉要退訂，歐老闆不肯，兩家裂了梁子。亞傑聽得入神，後來呢？萍姐嘆了口氣，後來陳家失勢，陳老太沒再鬧。但孫人的屍骨一直沒入土，據說是歐老闆把屍骨藏起來了，陳老太臨死都在找。他過身那晚，有人見他穿着壽衣走到這間鋪門口，拍着門板喊了一夜的算我孫人，隔日就咽氣了。亞傑心頭一震，那陣老太還不是死都沒瞑目。萍姐點頭，所以你說半夜有數爪聲，我早就猜到是陳老太。她生前愛乾淨，每日都要親手打掃孫人住過的小屋子。她死後，那口氣沒散，夜夜回來掃那間放小棺的鋪頭。你聽到的數爪聲，是她旋在替孫人收拾屋子。亞傑問，但他掃了幾十年了，為何最近我突然能聽見？萍姐看了他一眼，因為你把磚叫開了，他以為你是來幫他找孫危屍骨的。你之前聽不到，是他當你同其他租客一樣，只是過路，懶得理你。但你一掘地，他就當你是有心人，就讓你聽見了。亞傑心亂如麻，他原以為那聲音是歐老闆的冤魂，未料到是陳老太。但那晚他聽到的粵曲，哼的是花落水流莫回頭，語調蒼老，卻又隱隱帶着一股怨。如果那是陳老太，他邊掃邊唱，唱的應該是控孫人的童謠才對。
怎麼繪是這般曲詞？他問平姐：朕老太生前繪不繪唱粵曲？平姐皺眉：陳老太是順德人，嫁到陳家後給少出門，成日宿在屋裏食齋念佛，未人聽過他唱曲。亞傑心中一諗，那哼唱的人不是陳老太，那又是誰？他回到鋪頭，閂上門，獨自坐在廚房裏，牆上的手印存在，顏色似乎比早上淡了一些。他取出那本賬冊重新翻閱，這一次他看得更細，每一行字都逐字讀，讀到賬冊後半部分那些被撕掉的殘頁時，他忽然注意到一個之前忽略的細節，殘頁的紙巾上殘留着一行字的最後一小節筆畫，那些筆畫的走勢不是歐老闆平時的楷書，而是一種更細更柔的字體，像是女人所寫，依稀可辨的字是新本序密。亞傑忽然想到，如果那副金絲楠木棺裏真的藏了東西，除了陳家的幼信外，歐老闆會不會還藏了別的東西？那陣哼唱聲，花落水流，分明是纏綿哀怨的曲調，不像是對信危的，更像是對某個成年人的。那牆上手印的大小，不是孩童的尺寸，更像是一個成年女人留下的。他又想起亞爺說，歐老闆終身未娶，一間棺材鋪，一個寡佬老闆，一副訂給軍閥的貴價棺材，裏面卻藏了軍閥家中夭折的幼童，這中間缺了一環，缺了一個將所有人串在一起的人。亞傑將賬冊翻到最前面那頁，歐老闆的題字，盯着歐某記三個字看了很久。他忽然發現，歐字的最後一筆收尾處有一個級輕極淡的小小筆畫，像是有人用細筆在旁邊添了一個字，那個字太小太淡，幾乎與紙上的紋路融為一體。但亞傑湊近燈光仔細辨認，依稀看出是一個蘭字，歐蘭。歐老闆全名不是歐某，而是歐蘭。那是一個女人的名字，棺材鋪老闆，原來是個女人。平姐、亞爺、街坊所有人都說歐老闆是佢，是佬，但賬冊上明明白白寫着歐蘭，一個女人才配取的名。亞傑猛然想起，老佛山有個舊俗，女子不能做棺材匠，說是陰氣太重，克夫克子。但若是一個女人，非要操持這個行當，她會怎麼做？她會改名換姓，扮成男人，終日緘默寡言，避開所有人的眼光。歐老闆的沉默寡言，終身未娶，原來不是因為性格孤僻，而是因為她本就是個女人。如果是女人，那賬冊裏寫到南洋富商出界買棺時那句三個學徒工展已欠2月，就說得通了。一個女人撐一間棺材鋪，在民國年間的佛山，舉步雍間。他欲了那副棺，或苦不只是貪錢，更是為了活命。而那陣夜半的哼唱聲，婉轉哀怨，像是一個女人在燈下一邊縫補舊衣一邊低低唱氣，那才是歐蘭真實的聲音。亞傑合上賬冊，望着窗外的夜色緩緩沉下來。今晚那把掃帚旋潰來。但這一次，他希望能認清楚，那唱曲的人到底是誰。天將暗未暗時，亞傑做了一件事，他把那像男童相片和那女胎閥重新用油紙包好，放回瓦罐，
又寫了一張紙條塞進去，紙條上只有一行字：我幫你找骸骨，你莫再掃了。他把瓦罐重新埋回地磚下面，鋪平泥土，及上磚，用水泥抹了縫。做完這一切，他洗了手，坐在鋪頭等天黑。夜裏11點，街燈亮起來，福安街上幾家鋪頭陸續落閘。亞傑熄了燈，坐在廚房門檻上，屏息靜氣。他在等那把掃帚，但他心裏旋有一個更深的念頭：如果今夜掃帚聲變了，或者停了，那就證明他的猜測是對的。那掃地的是陳老太，他想要的是孫危屍骨入土。如果他接收到他的承諾，也苦他攰暫時收手。時間1分1秒過去，11點半，12點，12點半，1點，沒有沙沙聲，鋪頭安靜得像一口枯井。亞傑鬆了半口氣，但仍不敢大意，繼續坐着等。到了凌晨2點，依舊無聲，他這才真正放鬆下來，拖着疲憊的身子上了閣樓，倒頭便睡。但那一夜他睡得並不安穩，夢裡面反復出現一個畫面：一間老舊的屋子裡，一個女人背對他，正蹲在地上擦地磚。她穿着民國樣式的深藍布衫，頭髮挽成髻，動作緩慢而仔細，擦完一塊又一塊。亞傑想走近看她正面，腳卻像釘在地板上動不了。那女人擦着擦着，忽然停下來，側過頭，露出一半面。亞傑只見她嘴角有一顆黑色的痣，像是平姐臉上那顆，但又不是平姐。那女人嘴角微微一扯，像在笑，又像在哭，然後低聲說了一句：你找錯了方向。亞傑猛一下驚醒，額頭全是汗。窗外天色已泛如土白，才清晨5點多。他坐在床上，反覆咀着夢裡的那句話：你找錯了方向。他找錯了什麼方向？他以為掃地的是陳老太，所以他承諾幫陳老太找孫危骸骨。但如果那掃地的根本不是陳老太呢？如果真正掃地的是另一個人，那他的承諾還不是給了錯的人？亞傑一骨碌爬起身，下樓去看那塊地磚，水泥縫旋未乾透，磚面完好，沒有被動過的痕跡。但他留意到一個異樣：昨晚他放回瓦罐時，罐口朝東放的，因為方便他塞紙條。但此刻罐口朝南了，瓦罐被人動過，裡面的油紙包和紙條都存在，但紙條上那行字的墨跡模糊了一些，像是被什麼東西的濕氣潤過，字跡暈開了。更詭異的是，在紙條背面多了一行極淡的，像是用指甲挖出來的字跡：北面第3根柱。北面第3根柱。亞傑抬頭望向鋪頭北面那排老木柱，鋪頭是舊式記樓裂構，木柱支撐橫梁，一共6根。北面排第3根柱子靠近後牆，柱身側面剝落，露出發黑的舊木。亞傑走過去，仔細檢查柱身，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沒發現異常。他又敲了敲柱身，實心的，不像藏了東西。他退後幾步，換了個角度觀察，柱腳的地磚與別處有些不同。雖然同樣鋪了新磚，但新磚四周的水泥縫顏色略微偏黃，像是新鋪不久。他蹲下來，
用鐵鑿輕輕敲了敲那塊地磚，聲音很空，下面是空的。亞傑心頭一跳，顧不得多想，再次撬開這塊地磚，下面果然有一個坑，比埋瓦罐那個尖得多，只1尺深。坑底放着一隻鐵盒，鏽跡斑斑，沒有鎖，及子輕輕一牽就開了。鐵盒裏面有一封信，信封已泛黃，邊緣焦脆，上面用毛筆寫着歐蘭襯啟4個字，字跡娟秀，是女人的手筆。亞傑小心抽出信紙，紙面有多處水字，但字跡大體可讀。信的開頭這樣寫：蘭姐，此官之事，小妹愧對者。昔年陣母託我尋你，苦我重金相酬，我一時心動，將他孫人去向暗中告知。那副官運往南洋前，我曾在棺中放了一封密信，信中寫明棺中實情。我以為如此便可讓陳家尋回信偽，陳母愧謝我，你也不愧受損。但我錯了，陳母不是要尋孫人，他是要毀掉那副官。他恨你，恨你為他孫人做了那副他嫌棄的官。他拿到密信後，連夜找人去碼頭攔官，要將官焚毀。我知錯已晚，又不敢向你坦白，唯有寫此信向你謝罪。信沒有落款，但信紙背面有一行小字，像是後來添加的。那夜大火，我見你抱着一隻雙子從後巷里去，我知你未死。若你見信，千默莫回覆安佳。陳母已封。亞傑讀了兩遍，將信折好收起。現在他明白了，那封信裏的小妹，應該是歐老闆身邊唯一的人，或苦就是像冊殘頁上那行細油字跡的主人。他出獄了歐老闆，將棺中有銅屍的秘密告訴了陳老太。陳老太遂去碼頭攔截，試圖毀棺。但後來發生了雜魔，棺沒有被毀，因為南洋富商的船已經開走了。陳老太卜了個空，怒火轉向歐老闆。那場大火不是意外，是陳老太放的，而歐蘭沒有死，他抱着一隻箱子從後巷走了。那隻箱子裏裝的，就是今晚亞傑挖到的鐵盒裏的信。以及亞傑翻了翻鐵盒，在信紙下面旋有一樣東西，一枚小小的玉墜，雕成蘭花模樣，玉質溫潤，繫着一根褪色的紅繩。亞傑將玉墜握在手心，冰涼透骨。他忽然想起萍姐說過，陳老太臨死前穿着壽衣走到鋪門口喊了一夜的算我孫人。如果陳老太已經知道孫人的官去了南洋，他應該去碼頭找，為雜魔船回來棺材抱喊。除非他放完火之後，發現歐老闆從後巷抱走的箱子，以為那箱子裏裝的是孫人的屍骨，他以為歐老闆把屍骨帶走了，所以他到死都在追歐老闆要人。他根本不知道歐老闆抱走的只是一盒書信，那真正裝着幼信屍骨的棺，早就漂洋過海，不知所在了。陳老太尋了幾十年，尋錯了對象。歐蘭逃了幾十年，逃的是一樁冤情，而那個寫信給歐蘭的小妹，到底是誰？亞傑望向鋪頭的牆角。那把看不見的掃帚，今夜沒有來，但他心裏明白，靜有時候比聲音更嚇人。他找到的越多，離真相越近。
離危險也越近。他拿起那枚蘭花玉墜，對燈光細看，玉墜底部刻着兩個極小的字“亞嬌”。亞嬌兩個字刻在玉墜底部，筆畫尖細，像是用鉗尖一點一點挑出來的，而非刀刻。亞傑將玉墜翻嚟覆去看了幾遍，心中浮現出兩個字：人名。寫信給歐蘭的那個小妹，名字叫亞嬌，而這個亞嬌能接觸到歐蘭的帳冊，能在殘頁上留下筆跡，能知曉鄭老太的動向，甚至能趕在碼頭欄杆前送出密信。他一定是歐蘭身邊最親近的人，甚至可能是那3個學徒中的一員，或者唯一的那個。亞傑拿着玉墜去了隔離香燭鋪，萍姐正在折元寶，見他進來，掃了一眼他手中的紅繩玉墜，手上的動作停了。他放下元寶，走到櫃台後面，拉開一個抽屜，翻了一通，拿出一張發黃的舊照片。照片上是3個年輕女子，梳着民國初年的學生短髮，穿着白色竹布衫，並排站在福安街口的老榕樹下，笑得很開心。萍姐指着中間那個女子：你手上那枚玉墜，是不是她戴過的？亞傑湊近看，照片中間那個女子，臉型圓潤，眉眼彎彎，嘴角微微上揚，帶着一股少女的俏麗。她脖子上隱約可現一條細紅繩，繩端垂着一枚小小的墜子。雖然照片模糊，但那墜子的輪廓與她手中這枚蘭花玉墜幾乎一模一樣。萍姐說，這個女子叫亞嬌，是歐老闆的契妹。歐老闆原名叫歐蘭，你是猜到了。他以男人身份開棺材鋪，未人知道他是女人，除了亞嬌。亞嬌是他在路邊撿嚟的孤女，養大之後留在鋪裏幫手，街坊都當她是歐老闆的遠房侄女。後來歐老闆出事，亞嬌也不見了。有人說他跟着歐老闆一起跑路，也有人說他留在了佛山，但嫁了人就再沒露面。亞傑追問，那這張照片是哪裏來的？萍姐說，是街坊老李頭留下來的。他在世時喜歡拍照，福安街老小都拍過。他死後照片散了一地，我撿了幾張留下來。他讀了讀，老李頭過世前跟我說過一句奇怪的話。他說亞嬌後來沒嫁人，他見過他好幾次，最後一次是80年代，在附近一間舊茶樓裏，他一個人在飲茶，頭髮全白了，但脖子上的玉墜全戴着。80年代，那就是說，亞嬌一直活在佛山，活到老年，只是未人知道他的蹤跡。他既然活着，為什麼從來沒有回福安街？為什麼那封鐵盒裏的信，他寫了卻沒有寄出去，而是埋在了柱角下？他是膽怯，船是另有隱情。亞傑問萍姐，那間舊茶樓船在不在？萍姐想了想，早拆了，變成一棟住宅樓。但茶樓老闆的後人船在附近開了一間新茶樓，叫德間居，在錦花路那邊。你可以去碰碰運氣，看看有沒有老人記得亞嬌。亞傑當天下午就去了德間居。茶樓不大，下午茶時段坐滿了老街坊，熱氣騰騰。
下絞鳳爪的香味混着普洱的醇厚，一片市井喧鬧。亞傑找了帳角落的台坐下，點了一壺鐵觀音，慢慢飲。他觀察了一圈，鄰桌有幾個70-80歲的亞伯正在下棋，其中一個頭髮花白，戴着老花鏡的亞伯看起來最年長。亞傑端着茶杯湊過去，客氣地打了個招呼，亮出那枚玉墜。亞伯，你認不認得這個？老亞伯放下棋子，接過玉墜咪眼看了好一陣，面色忽然變了。他抬頭打量亞傑，語氣謹慎：後生仔，這玉墜從哪裏來的？亞傑如實說是在福安街一間舊鋪頭裏挖到的。老亞伯沉默了半晌，低聲道：你跟我來。他起身帶亞傑走到茶樓後門一個小露台，周圍未人。老亞伯這才開口：這玉墜的主人叫阿嬌，我認識他。他晚年就住在這附近，租了一間小房子獨居。我偶爾在茶樓見到他，他會同我講幾句舊事。他講過歐老闆，講過棺材鋪，也講過那晚的火。亞傑心跳加速，他有沒有講那晚到底發生了什麼？老亞伯點了一根煙，吸了一口，慢慢說：亞嬌說，那晚的火是陳老太放的，但陳老太沒想燒死人，他只是想燒掉鋪頭，逼歐老闆交出孫危屍骨。火是從鋪頭後面柴房燒起來的，煙很大。亞嬌當時在樓上睡覺，被煙嗆醒，跑下來發現歐老闆已經醒了，正在從櫃子裏往外搬東西。歐老闆叫亞嬌快走，說他能走一個是一個。亞嬌不肯，要拉歐老闆一起走。歐老闆把一個鐵盒菜給亞嬌，說：你拿着這個去找個地方埋好，千萬別讓人知道。然後歐老闆推了他一把，讓他從後巷走。亞嬌抱着鐵盒跑了出去，回頭再看時，火已經燒穿了鋪面，整條街都是火光。那歐老闆呢？亞傑問。老亞伯將煙灰彈掉。亞嬌說他沒見到歐老闆出來。他等了一夜，火滅了，官府來查過，說沒有發現屍骸。他以為歐老闆逃了，像坊間傳的那樣。但他後來偷偷回去看過，在鋪頭後面那間柴房廢墟裏，他找到一樣東西。什麼東西？一把藥匙，鐵製的，生了鏽，但形狀很特別，一頭是圓環，一頭是齒狀。亞嬌說那是歐老闆隨身帶的東西，從不離身。他在柴房門口撿到它，藥匙旁邊旋有幾片碎骨，燒過的，很少，不像是大人的。亞嬌當時就哭了，他知道那晚歐老闆未能出來，那把藥匙是歐老闆掙扎時掉下的，而那些碎骨，他猜是歐老闆從金絲南關裏取出藏起來的那些陳家幼順的遺骸。歐老闆把屍骨帶在身邊，火起時沒能帶出去，一起燒了。亞傑愣在原地，歐蘭沒有逃，他死在那場火裏了。而亞嬌此後幾十年都帶着這個秘密生活，再沒回過福安街。他埋了鐵盒，藏了玉墜，把一切封存在地底，直到今天被亞傑翻出來。老亞伯將玉墜傳給亞傑，叮囑道：
亞嬌前年過身了，走之前他同我講，他這輩子最後悔的事，就是那晚沒拉緊歐老闆的手。他說如果你有一天見到這玉墜，就替他帶一句話給福安街，對不起，蘭姐，我食言了。亞傑握着玉墜，輕輕點了點頭。他走出茶樓，暮色中的錦花路人流熙攘，但他只覺得周遭的聲音都很遠。他兜裡的那枚玉墜冰亮，像一隻眼睛，望住他，也望住幾十年前那場大火裡沒能走出來的人。回到鋪頭，亞傑將玉墜放到那張銅相片旁邊，輕輕說了一句：亞嬌的話，我帶到了，你們可以安心了。那一夜，福安街靜得出奇，沒有沙沙聲，沒有哼唱，沒有手印。亞傑躺在閣樓床上，聽着窗外偶爾的蟲鳴，終於睡了一個安穩的覺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在鋪頭北面第三根柱子的柱頂魚橫梁交接處，一隻乾枯的手正悄無聲息地收回了一封還未拆開的信。那封信的封面上寫着4個字：蘭姐親啟。亞傑是被一陣燒焦的氣味嗆醒的，那股氣味鑽進鼻腔，像舊棉絮悶燒過後的焦糊味，混着一絲樟木香氣，濃得化不開。他睜開眼，閣樓窗外天色才蒙蒙亮，福安街上還未人走動。他坐起身，循着氣味下流，越往下走味道越重。到了鋪面，他發現那股焦味從北面第三根柱子的方向彌漫過來，柱腳周圍的空氣微微發燙，像是有雜麼東西在蔓延。他走近一看，柱身那道剝落的舊漆面上多了一道新鮮的灼痕，灼痕呈一道長條狀，約莫1臂長短，從柱身中部斜向下延到柱腳，邊緣焦黑發亮，像被極燙的鐵板貼過。亞傑伸手試探地碰了一下，指尖被燙得一縮，溫度極高。他退後半步，抬頭望向柱頂，柱頂如橫梁交接處的陰影裡，似乎有雜麼細碎的東西在反光。他搬了張梯子爬上去，摸到一根冰冷的細鐵絲，鐵絲末端繫着一隻信封，沖涼縫裡垂下來，信封邊緣焦黃，像是被火燎過，但封口完好，上面用毛筆寫着蘭姐親啟4個字，字跡與鐵盒裡那封信一模一樣，是亞嬌的字。亞傑握着信封下來，心頭一陣發緊。這封信他昨天檢查柱身時根本沒有看見，它像是憑空出現的，而且被燒過。如果亞嬌已經把信埋在柱腳下了，這封蘭姐親啟又從何而來？難道是歐蘭？不，歐蘭已經死在那場火裡了。亞傑拆開信封，抽出一頁泛黃的紙，紙上的筆跡與鐵盒裡的信一樣，但字跡更潦草，更急促，仿佛寫信的人時間不多，正在被人追趕。信很短，只有幾行字：蘭姐，若你見信，我已不在人世。鄭老太的人一直在找我，他知道我幫你藏了東西。我把你給我的東西分成2份，一份埋在鋪內，一份藏在別處。藏別處那件，你當年託我保管，我如今怕是守不住了。若你有辦法去尋回它，若尋不回，便讓一切隨我而去皮，莫再找我。亞嬌絕筆。
亞傑將信反覆鬥了幾遍。亞嬌寫這封信時，顯然已經預感到自己活不長了。他說已不在人世，但這封信既然是絕筆，那他本該在亞嬌死前就被送出去，為什麼直到今天才出現在柱頂，而且信紙邊緣有燒焦痕跡，說明他曾經被火舌舔過。亞嬌死前身邊有火，傳是說這封信在某個地方一直保存着，直到最近才被某種力量送到柱頂。亞傑將信摺好，與之前那枚玉墜放在一起。他現在有了兩條線索：其一，亞嬌將歐蘭託付的東西分成了兩份，一份埋在鋪內，他已經找到了鐵盒裏的信和玉墜；另一份藏在別處，歐蘭當年託亞嬌保管的，那繪是什麼？其二，亞嬌在信中提到陳老太的人一直在找我，說明陳老太不僅僅是放火，他船有人在外面追查這件事。陳家的勢力或苦比亞傑想象的更深更大。他決定再去找一次老李頭留下的那些舊照片。憑這說老李頭拍過很多福安街的老照片，如果他拍的不近是人，或苦船有鋪頭里外的景象，說不定能從中找到線索。亞傑再次找到憑這，將亞嬌那封絕筆信的內容大致說了一遍。憑這聽完也變了面色，他從櫃台底下搬出一個舊鐵皮餅乾盒，裏頭裝滿了一沓沓黑白照片，多是福安街民國末年到50-60年代的街景。兩人一張一張翻找，大多數是尋常的生活照，街坊站在鋪頭門口，小孩在巷口玩耍，矛盾在榕樹上。直到亞傑翻到一張拍攝於鋪頭後巷的照片，他的手指停了下來。照片拍的是後巷的一面牆，牆上有一扇封死的舊窗，窗框已經被磚頭砌死，但窗台下方隱約露出一個用墨筆畫的標記，標記很淡，像是一個圓圈裏面畫了一個交叉。亞傑認出那個標記，在歐蘭帳冊的最後一頁，也有人用鉛筆輕輕畫過同樣的符號。他放大照片細看，那個圓圈交叉的標記位置，正好對應鋪頭後巷柴房的位置，也就是當年大火燒得最烈的地方。亞傑拿着照片走到鋪頭後巷，後巷狹窄，只容一人通過，牆面斑駁長滿青苔。他找到照片上那扇封死的舊窗，窗台下的磚面被歲月侵蝕得坑坑洼洼，但仔細觀察，確實有一個模糊的墨跡，正是那個圓圈交叉符號。他用手指沿着符號的輪廓輕輕刮了一下，表面的青苔和灰泥退落，露出下面一塊與周圍顏色明顯不同的磚。那塊磚是蟲洞的。亞傑從牆角撿了根鐵棍，小心地將那塊磚撬出來。磚後面的空間不大，只夠放一個小小的布包，布包外層是油紙，捆得嚴嚴實實。他取出布包回到鋪頭，在燈光下打開油紙，裏面是一本薄薄的筆記，封面沒有字，但翻開第一頁，他立刻認出那筆跡，是歐蘭的街書。筆記的內容不是賬目，而是歐蘭的手記。第一頁寫着：民國36年秋，陳老太攜信人來定棺。孫毅面色青白，似已病入膏肓。陳老太卻堅稱無礙，只說備着。第二頁
36年冬，迅危夭。陳老太哭倒於鋪中，我扶她不起。她哭皮，將一物交與我，囑我藏於棺納，同孫人同葬。我打開一看，是一封書信，寫給他流亡在外的兒子的。他說此信若隨孫人入土，孫人魂魄便能找到父親，父子團聚。第3頁，37年春，官城。我將信放入棺內鋪好錦緞，但陳老太改口，說棺不吉利，要退。我不允，他憤而離去。此後他再未嚟取棺，我也再沒見過那封信，信存在棺內。後來富商求購，我反復思量，若信隨棺遠走南洋，陳司令便永無可能讀到亡母遺言。我於心不忍，趁夜取出那封信，藏於瓦罐中，待日後貴船陣駕。但不久陳老太便帶人來鋪中追索，我只好將那封信再次轉移。手記到這裏中斷了。歐蘭在最後一頁寫了一句話：信藏於高處，以冊封之，望後人善待。亞傑合上筆記，心中豁然開朗。那把在柱頂的信封，不是亞嬌的信，而是歐蘭從棺中取出的那封陳老太寫給兒子的親筆信。亞嬌臨死前把歐蘭託付的東西分藏兩處，一處是埋在柱腳的回信，一處是藏在牆後專理的歐蘭手記。而真正最重要的東西，那封陳老太的遺信，歐蘭自己藏在了高處，柱頂如橫梁之間。昨晚亞傑在柱頂摸到的細鐵絲，原是用嚟吊那封遺信的。而昨夜他摸到的是亞嬌的絕筆信，那封遺信去了哪裏？亞傑再次爬上梯子，柱頂的陰影裏已經空了，鐵絲存在，但信封不見了。他怔怔地盯着那根鐵絲，忽然感覺到一股極輕極冷的呼吸拂過他的後頸，不是風，因為後巷的窗關着。鋪頭裏沒有氣流，他猛地回頭，空蕩蕩的鋪面裏雜麼也沒有，但灶台上那鍋他昨天沒洗的糖水，表面裂了一層冰。大暑天的佛山，灶台上裂着冰。亞傑知道那封遺信沒有被取走，是有人或者有雜麼已經帶着他走了。灶台上的冰在晨光中慢慢化成水珠，順着鍋緣滴落。亞傑立在梯子上，居高臨下望着那灘融化的冰水，心裏翻衝出一個念頭：帶走那封信的，愧不愧是陳老太本人？他尋了幾十年，要的是孫危屍骨入土。但歐蘭的手記寫得明白，陳老太最初託歐蘭放入棺中的，是一封寫給兒子的遺信。如果陳老太真正放不下的，不只是孫人，船有那封沒能送出的信呢？孫人屍骨已隨棺遠走南洋，陳老太未難到，但那封信，歐蘭取出來了，藏在了鋪中。幾十年後，信被人發現了。如果陳老太的魂魄始終未有散去，他等的或苦就是這封信。他要趁手把信送到兒子手中，可陳司令早已不知所蹤，這封信又該送到哪裏去？亞傑下梯，坐在鋪頭裏佛呆。他如今手上有歐蘭的手記、亞嬌的絕筆、那枚蘭花玉墜，以及一張寫着北面第3根柱的紙條，線索一條條像珠子，但串起他們的繩子船沒找到。
他再次翻開歐蘭的手記，最後那頁除了信藏於高處一句，船有一行小字寫在頁腳，被墨字合住一半，依稀可辨是若尋不得，可往石環。石環，佛山有名的屠刀，離福安街不遠。歐蘭為何會提到石環？難道他除了棺材鋪，船在石環另有關係？亞傑收起筆記，鎖好鋪門，坐公交車去石環。他在石環老街下了車，沿街都是玉陶瓷公仔、瓦盤瓦罐的店鋪，舊式記留比福安街船要老。亞傑漫無目的地走了一陣，心想歐蘭一個女人，在石環會認識雜魔人。他忽然想起，民國年間石環有個老行規，做棺材的木匠，有時會找石環的圖像定製一種陶枕，放在棺材裏掂頭，據說能保屍身不腐。歐蘭做高檔棺材，說不定也用過這種陶枕。亞傑走進一家門口擺滿瓦罐的老鋪，鋪裏坐着一個戴老花鏡的師傅，正在捏一隻小陶牛。亞傑上前打聽，老師傅，請問舊時石環有沒有專門做棺材陶枕的師傅？老師傅抬頭看了他一眼，放下手裏的泥，有，我阿爺就是做這個的。你問來做雜麼？亞傑將歐蘭的名字說了出來。老師傅聽到歐蘭二字，表情明顯變了變，摘下老花鏡，上下打量亞傑。你是歐老闆雜魔人？我是他鋪頭的租客，最近在收拾舊物，發現了一些手記，提到石環，想打聽一下歐老闆在石環有沒有故人。老師傅沉默了一陣，起身走到鋪後，翻出一個舊木盒子，從裏面取出一張發黃的訂貨單遞給亞傑，單上是歐蘭的筆跡。民國37年5月，訂陶枕一對，清釉，大小如童手，付定金5元。收貨人歐蘭。單子背面船有一行圓筆字，是別人添上去的。歐老闆取貨時面色蒼白，一言不發，抱枕匆匆離去。那枕似不像是給大人用的，童手大小，陶枕一對。亞傑心中電光石火，歐蘭訂陶枕，是為了那副金絲楠木棺裏的幼童，但一對陶枕，說明他考慮的不是一個，而是兩個。難道陳老太託他藏在棺中的信，不只是信，全有別的？或者，那雙陶枕根本不是為了那副棺，而是為了別的人。他問老師傅借對陶枕，後來歐老闆拿走了，有沒有說用來做雜麼？老師傅搖頭，他只是來取貨，沒多講。但我阿爺後來同我提過一句，他說歐老闆取貨那日，眼眶紅紅的，像是哭過。他臨走時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，一個怎是孩子，一個怎是我。亞傑站在陶鋪裏，後背一陣發亮。歐蘭給自己也訂了一個陶枕，他早就準備好，要和那個夭折的幼童一起安眠。他替陳家幼信做棺、置枕、藏信，最後把自己也搭了進去。火起那夜他沒有逃，不是逃不了，是他不想逃。柴房門口那把藥池旁的小塊碎骨，是幼童的殘骸，而歐蘭自己，他的骸骨又在哪裏？那把火把他和幼童的遺骨混在一起，誰也分不清了。
所以官府掘地3尺找不到屍骸，因為他們找的是一具大人，而灰燼裏只有一具大人和一具小孩混在一起的骨灰，早已難以分辨。亞傑走出桃鋪，石灣午後的陽光白花花地洗在青石板路上，但他只覺得周身發冷。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那陣夜半的掃地聲，掃的從來不是灰塵，那掃帚在掃的是歐蘭的心。他一輩子替人做官，送人入土，最終卻沒能送自己。他死在那間鋪頭裏，骨灰埋在地底。日復一日被火準復合，鄭老太的魂魄回來找孫人，但歐蘭的魂魄也一直留在那裏。他掃的不是孫人的小屋，是他自己死後的灰燼。那把掃帚是他對自己一生的清理。亞傑回到鋪頭時已經傍晚。他站在鋪面正中，望着那塊他撬開又填平的地磚，忽然做了一個決定。他衝後巷找嚟一柄鐵鏟，重新挖開那塊地磚，挖得更深。他一層一層掘下去，掘到將近3尺深時，鏟尖碰到了雜麼硬物。他用手撥開泥土，是一個瓦甕，比之前那個大一圈，封口是青灰色的陶盒，揼上用釉彩畫了一朵蘭花。亞傑輕輕揭開陶盒，裡面是一捧灰白色的骨灰，骨灰中混着幾片燒焦的木屑和一小塊金燭，是一枚扭曲變形的銀戒指。他拿起那枚戒指，內側刻着2個字：亞蘭。那是歐蘭自己的戒指，他以男人身份活了一輩子，唯一證明他是個女人的，只有這枚戒指，刻着他真正的名字。亞傑將骨灰甕捧出來，小心擦拭乾淨。他決定把歐蘭的骨灰帶去石環，安葬在能看到陶窯的地方。那是他生前唯一定過陶枕的地方，或府，那是他心裏最後一塊安寧之地。那一夜，亞傑抱着骨灰甕坐在鋪頭裏，沒有掃帚聲，沒有哼唱聲，只有後巷偶爾的風穿過鐵閘，發出低低的烏煙。但他能感覺到某個沉重的東西正在這間老鋪裏緩緩重開，像一雙手，終於放下了握了幾十年的掃帚柄。第二日天光，亞傑用一塊新的藍布將骨灰甕包好，放入一個竹籃。他同平姐打了聲招呼，說去石環辦點事。平姐望了一眼他手中的竹籃，沒多問，只是叮囑了一句：早去早回，今日忙中，夠力記遠行。亞傑笑笑，出了門，到了石環。他先去找那位陶匠老師傅，將骨灰甕的事說了。老師傅聽完，沉默苦久，指着後山一處土坡說：那上面有個舊窯口，我阿爺當年燒陶的地方，現在荒了，但風景好，向陽，能看到東平河。歐老闆當年每次來取陶枕，都會站在那裏望一陣河水。你若想安葬他，那裏或符合的。亞傑抱着竹籃上了土坡，坡上確實荒，野草齊塞，幾處殘破的窯爐遺址半埋在土裏，周圍散落着碎陶片。他算了坡頂一處平整的地方，用鐵鏟挖了一個坑，將骨灰甕輕輕放入，填土覆平。他從旁邊撿了幾塊青色的碎陶片，在墳前擺成一朵蘭花的形狀，然後他蹲下來，低聲道：蘭姐，你回家了。
風從東平河方向吹過來，帶着河水的濕氣，吹得野草沙沙作響。亞傑站起身，望了一陣河水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：歐蘭在石環定陶枕，而贈老太那封遺信不見了。如果那封信是被贈老太的魂魄取走的，那他拿着信繪去哪裏？亞傑猛地想起歐蘭手記裏那頁殘缺的末尾，若尋不得，可往石環。後面被墨字合住的幾個字，愧不愧是贈老太的名字或住址？贈老太的夫家，說不定就在石環。亞傑下山，再次找到老師傅，問他知不知道石環有沒有姓贈的大戶人家。民國年間在佛山一帶有些勢力的。老師傅想了想，姓贈的大戶，石環有幾個，最出名的是陳家祠那邊一支，做陶瓷生意的。民國時有人做過團長，後來敗落了。老宅船在就在陳家祠後面那條巷裏，但早就未人住了，聽說鬧鬼。亞傑按照老師傅的指引，找到陳家祠後面那條巷子，巷口有一棵大榕樹，氣根垂地，濃蔭蔽日。老宅就在巷底，黑漆大門緊閉，門楣上的雕花已經殘破，門環鏽得看不出原色。亞傑試着推了推門，裏面插着門閂，推不動。他繞道側牆，找到一扇半掩的偏門，側身擠了進去。院內芳草叢生，天井裏積着雨水，青苔爬滿了磚縫。正廳的門敞着，裏面空空蕩蕩，只有一張公桌，桌上放着一隻香爐，爐中積滿了舊灰，顯然很久沒人上香了。亞傑在廳裏轉了一圈，沒發現特別之處。正當他準備離開時，閣下一塊地磚微微蟲動，他蹲下掀開，下面又有一個瓦甕，但這一次瓦甕裏沒有骨灰，只放着一封用油布層層包裹的信，信面上寫着：陳氏吳人陳啟。亞傑打開信封，抽出一張泛黃的信笺，字跡顫抖而蒼老，一筆一畫寫得吸引真，像是用盡全身力氣才寫完的。信的內容不長：吳人，娘知你流亡在外，生死未卜，此信隨信人入土，望你將來有願驗之。孫人已去，娘亦不久於世，你莫要回來尋我，亦莫要尋仇。歐老闆是好人，他為孫人做官，盡心盡力，是娘一時糊塗，嫌棄那官不吉。如今想來，官只是木，人心才是關鍵。娘責怪了他，但已無法挽回。若你見信，記得替娘向歐老闆說一聲對不住，令孫人屍骨若有朝一日尋得，不必葬於祖墳，隨你心意便是。娘只盼你平安。冇字。亞傑握着信笺，站在空無一人的老宅裏，手指微微發抖。陳老太那封遺信，最終出現在了這裏。他兒子沒有回來，但這封信在他死後幾十年，終於回到了陳家老宅。歐蘭當年從棺中取出的那封信，如今歸位了。是誰把它放在這裏的？是贈老太的魂魄。船時，亞傑聽到身後轉來一聲吸輕的嘆息，他猛地回頭，天井的樹影下，似乎站着一個穿黑綢衣的身影，很模糊，像是一團煙霧凝聚成的形狀。那身影沒有臉，但亞傑能感覺到他在望着他手中的信。
然後他微微側了側身，像是點了下頭，接着那身影便散了，融進了午後的光影裏。亞傑站在原地，苦久沒有動。他知道，那封信終於送到了他該去的地方。鄭老太等了半輩子的心裂，在這一刻解開了。當天傍晚，亞傑回到福安街，他推開鋪門時，迎面聞到一股淡淡的檀香味，像是有人剛點過香。他走到灶台邊，發現那鍋糖水表面的冰已經化盡了，鍋底旋溫着，像是有人剛剛煮過。灶台旁的牆上，那道黑色手印也消失了，場面光潔如新。他走上閣樓，躺在那張摺疊床上，望着天花板上的舊木樑，疲憊像潮水一樣衝上來。他閉上眼睛，很快沉入了睡眠。這一夜，福安街靜得出奇，那把竹掃找再也沒有響起。亞傑的糖水鋪最終還是開了張，他給鋪頭取名蘭記糖水，招牌是手寫的，底色用了淡淡的青色，像淘氣的釉色。街坊們來幫襯，都說糖水煮得夠火候，尤其那碗杏仁糊，綿滑香濃，比其他鋪頭的多了一層說不出的順口。亞傑沒告訴任何人，他在煮杏仁糊的時候，總會往鍋裏放一小撮樟木石，那是他清理瓦甕時磨意中流傳的歐蘭用來壓棺的舊木石。那味道清苦，但似乎能讓糖水多一分回甘。每到夜深收鋪，亞傑仍會習慣性地掃一片地，但掃到鋪面正中的位置時，他總會放輕動作，慢慢掃過那塊他曾撬開又填平的地磚。那裡已經未有任何異常，但在他心裡，那裡睡着一個叫歐蘭的女人。他生前沒能以真面目示人，死後終於能在自己親手刨過木頭的鋪頭裡安安靜靜躺一回。福安街的糖水鋪開了7年，亞傑從後生仔熬成了有世聞的老闆。他的鋪頭在街坊口中有了個心照不宣的名聲，夜裡糖水最甜，甜得像3了舊時晨光。只是每逢芒種，他會收早鋪，關了燈，坐在灶台前抽支煙。那夜他照例坐到凌晨，忽然起身，從灶台角落摸出那把早該丟掉的舊竹掃帚，慢慢掃了一片鋪面。掃到那塊被水泥覆及的地磚時，他停了停，彎腰把掃帚放在一旁，從懷裡摸出那枚蘭花玉墜。玉墜的紅繩已經換成新的，玉身被他摩挲得溫潤。他蹲下身，用手指摸了摸地磚縫隙的水泥，表面堅硬，但指尖觸到一處極細微的凹陷，像是一個人的指甲，在水泥未乾時輕輕按了一下。他以前從未發現，於是拿嚟手電照過去，那個凹陷很小，但形狀清晰，是一朵蘭花的花瓣。亞傑呆了一瞬，忽然笑了。他起身將玉墜掛回脖子，推門走出鋪頭。街上空無一人，路燈昏黃。他站在門口，對夜色低聲道：蘭姐，多謝你這些年替我看着火候。鐵閘在他身後輕輕了一聲，像是風帶上的，又像是有人替他關了門。他回頭望了一眼鋪頭，灶台的燈光透過半掩的廚房門漏出來，照在地磚上，恰好落在那朵花瓣形狀的凹痕處，像是地上開了一朵微光形成的蘭花。
從此每年芒種。蘭記糖水鋪都會歇業一天。有人問起，亞傑只笑笑，說是老規矩。而福安街的老街坊們心裏都明白，那間鋪頭不止賣糖水，全替一個人守着一段他來不及過完的餘生。